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我同愛子秉基喺1974年12月20日結婚，到2024年啱啱就50週年。雖然金婚紀念只能夠喺長期護理院度過，但係已經超過預期，因為愛子比我年長16年，竟然能夠同行半世紀，實現咗執子之手、與子偕老嘅承諾，實在係天父嘅恩典。身在此山041，知己良人，懷念我夫。秉基比我年長好多，但係論精力嘅旺盛、對生命嘅熱愛、對事物嘅好奇，卻係我遠遠不及嘅。佢中意長壽。冇幾耐之前仲同我講，希望能夠活到100歲，最好就係120歲，要同我長相廝守。只係萬物都有定期，生有時，死亦有時。我哋相識於繪畫班，除咗喜歡畫，仲有好多共同興趣，跳社交舞啦，逛美術館，聽音樂，行山、旅遊。除咗柴米油鹽，我哋仲有講唔完嘅話題。喺人生路上揾到合拍嘅同行者，我感恩。大陸開放冇幾耐，秉基就跟隨佢嘅拍檔去內地工作。好耐之後，佢先至話俾我聽，有人私底下同佢傾，因為佢能夠頻密咁樣自由出入中港兩地。如果肯以偷龍轉鳳嘅手法私運國內嘅文物，好似啲名畫啊、書法咁樣出國，一定得到豐厚嘅利潤。但係佢就一口拒絕。面對金錢誘惑，秉基能夠守住底線，我以佢為傲。佢仲講，曾經有人向佢介紹後生女，話既然長期喺內地工作，不如考慮中港各娶一妻，享其齊人之福啊！秉基冇應承，佢唔係唔貪戀美色，只係諗到咁樣會傷害妻兒，毀咗個家。因為愛，佢辭咗份工，返香港，能夠咁忠誠專一，佢係真正嘅大丈夫。中國男性一般比較含蓄，唔係好流露對伴侶嘅愛意，但係秉基就毫不掩飾，好坦然咁樣表達對我嘅愛護。無論我做乜嘢嘢，佢都全力支持，大力欣賞。佢實在係我嘅知音人。秉基，我嘅知己良人，喺人生旅程上面能夠同你相知相愛，我的確冇乜遺憾。而家你到達終點，要落車啦，你一定好唔捨得我同埋津文。不過放心啦，秉基，我會帶住你嘅愛繼續前行。請你喺彩虹嘅盡頭等住重聚嘅嗰一日啦。而家我想為阿秉基誦讀佢最中意嘅經文《哥林多前書》13章4至8節。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愛是永不止息。